菠蘿讚好一齊譯集。第三日，心法駁回自我否定。你有冇試過，當你想踏出一步，腦入邊就有個聲音彈出嚟？你憑乜？我對，當我開始用低二心法，誠實面對自己嘅感覺慾望，腦入邊嗰把聲音就會立即出現。你又老又醜又窮，仲想拍拖、創業，咁多年都失敗，廢柴唔死都冇用。有時候你以為世界喺度打壓你，但係其實最惡毒嘅係你自己。後來我發現好多聲音都唔係我自己嘅，係細個嘅羞辱家人講過嘅說話，同事嘅冷嘲熱諷，加上一次又一次失敗累積翻嚟，最後批評你嘅人全部唔見晒，只留低批評嘅聲音。最近我學咗一個方法，叫做頭腦法官，冇乜神奇嘅技巧，只係一個訓練。當自我否定出現，就立即反駁佢。第一步，成功日記。人腦只會習慣記住失敗，所以我哋要逼自己習慣記住成功。每日將3件今日做得好嘅小事寫低，就算只係做咗一個掌上壓，學咗一句英文，或者今日我夠膽同陌生人講嘢。第二步，反駁心中否定。例如你腦入邊話你冇資格拍拖，你就要反駁：我有穩定收入，有自律，有進步，我值得更好嘅關係。如果佢話你冇資格創業，要反駁：我每日都有學習，每日都係一個進步嘅人。當你行動越多，成功嘅記憶就越多。到某一日，你會發現嗰把打壓你多年嘅聲音一出現就會收聲。